让外行顶天立地。女英雄为我安保。大唐二路
元帅，决定上马前先行，血祭面。列位将军请了。元帅胜仗，调兵遣将，你我一同伺候。疆土究竟沙场，为社稷刀火赴汤。少郎言苍霜引路第三火。哇！画戟升天。本帅许神贵，今西方猖獗，动我疆土，掌握边塞，上奉命出兵收复失地，做事兵秦行将光，守将防火，远西当将斗剑。今日9千岁前去劝说防火，县官所罪，不知成败许何？本帅放心不下，故偶电动神马前往接应，迎上金莲在。神马可曾点起？神马早已点起，自待父帅发令。好，须此一旁伺候。是。9千岁为迎。9千岁为迎。哦，李都尉迎接。是。
气，好本领，实战都有9丈余，天面上虎，虎神殿，神神似虎，嘿嘿，陈妖精，哎啊，9千岁，哟，大元帅。9千岁，哎，大元帅，一路走马行将，尽显地效。不妨不妨，哎，区区小事，何作挂齿？不知劝降之事须何？这劝降之事嘛，这龙堂走马行将，黄虎穴，黄锁对将，心中欲将把一花，不忘节节，那方一花是何等良辰？元帅。当红之女，当梨花，一山雪里可在场，金色别是加上来，双子兄，大归大堂。那方一花倒是个颇有气节的姑娘。是啊，当年放红斗天，梨花在骊山寻你，是一概不知啊。汉将劝降，独老王法，可知边关还是未能到手啊！哎，这个不妨，只要让梨花新归大唐，汉将官早晚可破。难道坐在那番梨花见怪不成？定上原讨一令，攻取汉将，并按手中之枪，并叫那房后片甲不留。且慢，汉将官三面半水，一面靠上，不可将去。哎呀，千岁父帅呀！我到汉江天险，就是东墙铁壁，也不能入我大唐身边。那方梨花知道有归唐之心，令我也能全信。须放纵他患病之际，倒不许先发制身。这个啊，不妙，不妙啊！ 9千岁，哎，大元帅，行将第一次见我，说是将去南面森林渡唐，说是等待嘛，有知火神能是黎民不息，解脱这水深火热之苦。嘿嘿，那么以大元帅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差遣吩咐双传之神，临阵劝降。 那方梨花既有归唐之意，因我大军一到，行将更能赢得忠心。须此行将便可不攻自破。哎呀，高见高见！千岁父帅呀！今日愿往汉江也走。忙，带我前去。哟，我官司算尽，破子偷掠，难道算不得吩咐双卷吗？汉将劝降，非同儿戏，劝降不成，必动刀枪。你乃预留之辈，怎能当此忠顺？啊！姑姑说我毫不起身，你竟敢小看于我！哎，姑
过也是出于一片好意呀。所以你分明是想夺斗功，带我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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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。休得争吵，顶上听令，在。命你带领千营什么前往杭江临阵创降。得令。金莲听令，在。命你带领后营什么随时机不得有误。得令。从将不有兵法汉江好。小军有带路。走哪？擂鼓三通，跟两军交锋，震撼马嘶，上摇地动。住在大营新木营，满谷元帅出帐篷，带来披上大棒斧，两军阵前助威风，助威风。哦！哎，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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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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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啥东西来啦？哦，有神领兵出关来了。哦，哎，进来呀！在老千岁找一个高步，我要看不明白。是小军带路。走哪？哎呀！小军，哎，侬要小心点哇！晓得喽。哦，哎呀！来将头名放怒火不，大胆放着，上方两次劝你显光跪下，你却执迷不悟，难道不知你爷爷的军强？厉害！呀呀呸！两军阵前拼杀刀枪，哪个与你动门嘴看枪？
只怪你父兄真名不武，责怪俺薛定杀鲁莽。弟弟休憎啊！放梨花，你父兄当年想王邦，列祖大罪刘也香，今则许你先当将，今你王不久，昂中论丧。小姐，小姐，老妻子要回答。哎呀，放啥？哎，我见到你哦，他这个儿子长又不长，相又不像，到底在弄啥名堂嘞？什么？大哥，什么？大哥，发动！老先生，哎，看电视，看电视啦！今上行将出帐，防护长败逃遁。我所将方丽花请回营去，哪怕他父兄不屑行将。方丽花，你既投拜名士，血酒服役，理该报效国家，引火助纣为虐，强一人强。哎呀，将军不哭啊！抗枪！啊！毕竟是一流之辈，总算拜过名师，或者妇女嘛，也不过虚此抗枪。打起来了！哎呀呀呀！将军请扫码。耶，起来了。哦，干嘛？起来了。哇好哇好！哎呦，呸！马氏前提不足为奇，我要与你再战。你打起来了。哎呦，你打起来了。
哎呀，拿来！啊，哎，老清水啊，你晚上去主张不正啊？我不是去助战，哦我要赶上前去做一个和事佬。哦，走喽！哎呀，老千岁，方才小将军与我必死妇女，不慎马上前庭。哎呦，方才之事，老千岁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吧。哎呀，我看你二婶一貌相当，不许带老千岁给你二婶做个媒。哎呦，那这县官之事，地花烈士全受父兄，将功抵罪。以虎为好。但等阵楼擂鼓声痛，将下翻起，便知大事成功。此计甚好。许次到此了。笑的什么？你呀，就是看不起我们女流之辈。今日遇上了樊梨花，你那哪儿换的本事哪里去了？啊！哈什么？算你斗功？no！ 哎，收兵，收兵！哎呀，比赛了，比赛！中途死于藩，结草用花两难，全汉。
失落芬芳有数年，乡音故土得愁天。当晚许我所见罪，何去何从愁烦钱？老夫发门红，自从西方以来，怎蒙郎居恩典，不以一作看待，放风光赤裸，以为幸福。我想两国交兵，郎居有亲口相许，只要保举汉江天险，便召虎王为东传驸马。不想大当当兵一进，我梨花又劝我献官归党，何去何从？怎叫老夫好生为难？马来！汉将官臣败了阵，三军相抗战不息，谁知他有意护他家。我既番心权，我回避。参见爹爹。虎王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爹爹呀！嘿，什么？梨花他竟私自出关去了？爹爹，两军阵前，俺正要接过那薛丁山的性命，可恨妹子负离，不该劫了俺的刁民的眼睛。哦，爹爹，稍是妹子回来，爹爹不可轻饶于他。这个
军阵前，俺正要接过那薛丁山性命，你为何切了俺的调离李眼间？我在城楼观战，见你脸不能吃，这才出关相救于你。你不嫌我救命之恩，反而许此福利。哼，你既是两军对阵，就该明刀明枪，遂许你暗箭上阵。你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来分你出到关去，身带许何？女儿非曾打仗，小姐是说手动刀枪，算不得什么大仗。哦，那想必是大圣而为了。只算是大胜而为，小姐出到关去，放马四枪，就这么轻轻一跳，就那薛丁山跳下马来，把他刺死了，非曾伙计来了。一飞起来。那既非此事有负伙计，那定是被他盗走了。是小姐请他走啦。呀，呸！放虎归山为何因？岂不是欲火烧身？对抗凶险难料定，真借戏翻作重臣。呀，呸！李在骊山，万家荣华享不尽。李回汉江，坏我好事乱举行。你可知英雄即将招去马？你可知郎君待我恩一生？汉江大船不才的。有理呀！哦，但等阵落雷鼓神通，降下翻起，便是烈焰显光回堂。你哪来冤人？
镇政府退休干部王国老，千里听广播马上到天师医院。那马镇政府退休干部王国老，这都通知马上到天师医院。原来你归堂为私情，你去扬帆定了情。快将他真君旁！你我觉得弟弟呀，到手的用话怎能去？我不接气。老擂鼓三通。弟弟，好了，你兄长他为得应归当的。哈哈！将去就地列唐兵，要我归唐，犯人众了三军。共上线，刀出鞘，安在私下埋伏，但等唐兵进关，杀他过，落花流水。太平，请。一话无难散。犯此情妇不有情。此道虚惊，其杀心，为报郎女，下绝情看得见。念在宋祖之情，许你宣扬了吗？只要你诚心诚意归堂，既往之事也该不久。爹爹，爹，呸！看见，哎！
后降下凡旗，迎接唐兵的大营中秦王西施，小将军要助新郎。自从方丽华献官以来，大唐生兵一路之上思绪颇作，实地之区多取收获。方遂念方丽华献官有功，得封为杭江节度使之职。望叫老朽做一个谢忱的月老，准备与顶上梨花随君完婚。哎呀，哎呦！啊，9千岁，大元帅，今是来为顶上喜事，可把9千岁忙坏了。哎，不妨，老朽也想喜欢热闹，年轻人办喜事，我就是拖，也要拖个差事来忙忙啊。哎呀，大元帅呀，少客新人就要到来，你看这虚湖张路啊。这军中办喜事，我还是都一遭，还请9千岁多权居意。不妨，前方老朽做了个谢忱的月老，今日再做个冰箱续活。哦，岂不又要劳动9千岁？其实9千岁请。哎，大元帅请。哎呀！哎，我得找个帮手来才好个。经理，哎，快来！来喽！走开过三军落滔滔，办喜事金莲去嫂嫂。参见老千岁。罢了。谢老千岁。哎呦，经理，我就问你，哎，你姑姑的新房收拾的怎么样啦？哎呀，老千岁呀！大营将就冲东方，不惧大帅喜鸳鸯。好。三位且把干过夜，万座鸟伴在花下。哎，没办事。火焰金影太草率，赛过斗笠与瓦当，办得好。老千岁夸奖啦！不过啊，今天老千岁还有一个好差。哎呦，还有什么事啊？今天啊，要你充当喜娘。啊，喜娘。对，这个喜娘呢，就是陪伴你新嫂嫂。哎呦，这个嘛，你会做的。哎呦，老千岁知道你聪明伶俐，样样都会做个。报。怎么样？老千岁，新娘子到。哎呦，新娘子到了！哎呦，快，吩咐下去啊！大小三军，今天3加3皮，有酒尽量喝，有尿不尽量吃，有锅尽量吃。哎呀！回来啊！吩咐下去，奏乐喽！是，奏乐喽！哎呀，老千岁，再不要走呀！北大新嫂嫂啊！北大新嫂嫂。哎呀，看新娘子！
哎呦，漂亮漂亮！为本我们又助冰箱又助美，正传你俩来相配。大营中你是主来，他是客，饭中有酒。哦，你劝他喝一杯啊！这个，哎，什么这个那个，改了天地便是夫妻。你难道你怕难为情啊？啊？哎，组长，我看着不怕难为情啊！我看啊，正好掉个斗，掉个斗，难为情是怕他哎，你来，走，快去，快去！又不是沙掌，难道你真一怕性骚扰？不真啊？好不懂事啊！哎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站
在边上的看看。去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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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去！去！哎呀，快点出来呀！哎呀，倒霉不干！老千岁，我要被帮新嫂嫂的呀！新嫂嫂有你姑姑背啦，用不着你背啦。好啊，新生送进洞房，哎月老挂在一把。饮吧交杯之酒啊，用不着你这死娘。呀呀！不懂事啊！我不相信，不相信啊！不相信嘛，拉倒！啊，跟你说的是真的呀。那天老千岁去广场啊，往是我包的家嘞。哎，我是说那个新娘子的妇女。哦，你是说新娘子的妇女啊？好，那是十分的高讲哎。哦，喏，怎么？只见新娘子啊，拉起马头，轻轻一跳，怎么样啊？我们二龙元帅就扑隆突一下马来，不是对手啊！我不相信，不相信。新娘子啊，往这样跳下马来，走上前去，将军许我失礼了。这个当当的一个男孩，我敌不过一个女娇娘。敌不过没用哎。分是虚啊。眼见事实。不相信。不相信吗？大赌。大赌。大赌。赌老酒一坛。赌老酒一坛。好。
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足为奇，不足为奇。其次是我多疑了。往事不必再提。将军请坐。同坐。将军可要饮上一杯？不用。夜已深沉，将军看的什么虚呀？哦，为将子看的这双是必须喽。是啊，冰室里是该多多冰须，要是不算，怎能做好三军司令？梨花愿被将军看须片刻。孙子兵法，三军扩得起，将军扩得心。将军
世上只少见这等气神。你说什么？爹娘深旧的脾气，你说看不顺眼，不妨与我走远一些。有道夫妻相待以礼，今上乃是洞房花烛，好端端，你与我摆的什么架子，写的什么贵妇？大胆！你竟敢这样与丈夫说话，真是荒天出百丑！你说什么？我道你这庞将之女，不通礼仪，不知羞耻。
丁三，你小畜生啊！你个小畜生啊！怎么用这个？你个畜生啊你啊！姑姑，送神年。委屈了，一代真将，伪装行将去了。奴才！哎呦喂，打得好！哎，我要打得重一些。我们快去把杂交鸡追回来。他思来思去，要我追他做甚？是。经理，你快去把你嫂嫂追回来啊！快去！大胆石丁山，哎，你那个小奴才，来呀！给我割去他的管子！哼，走！大胆奴才，在9000岁面前竟敢发誓！来呀！与我拖下去重斩！是的！好！李华县官有功，身上3000家属，一去不知好歹，孤身死背，说是一打行将兵变，岂不乱了大谋？来啊！与我押进军牢。干酒啊！变成也讲错，好我都是个石兵山，个小奴才呀！你还不懂资格啊？
激情可恼，山讨得军令一致，领兵围攻当营，这众小分，快马加鞭！啊！摆在哪里？七龙山，安营扎寨。好。老千岁大元帅，说吧，虎师啊！启禀老千岁大元帅，杨芳带领神马来到青龙山，在他这里。哎呀，大元帅呀，杨芳带领神马来到青龙山，这边须何是好？但凭军职雄厚，此生必就敢轻举放动。你我一面严加防范，一面缩掉汉江兵马到来。此计甚好。只是派火神前往。哎，这个不妨。丁上与梨花斗了气，至今尚未和好，不须派谢丁上接往汉江关，相请范小鸡。好，许此请9000岁代传一令，请。下面听着，放出谢丁山，放出去的山，走。门怀飞仙放天虎，昂地里向来愧更多。参见老千岁。罢了。多谢老千岁。丁三，哎，告诉你啊，你个好运气来了。我在军牢受苦，哪里来的运气哟？哎，方才探马来报，杨帆带领神马来到青龙山，莫非要我出兵总将官？哎，不是叫你出兵啊，叫你接往汉江关，相请范小鸡。哎呀，老千岁呀！向我答应兵多将官，忙说是小小杨帆，就是天兵天将，也要杀他过落花流水。往去的什么汉江啊？那个懂！这个小奴才啊，老天岁给你找了个好由头，你还不知去啊？告诉你，你此一次前去啊，把范小鸡给我请回来，完着罢了。虽说不长啊，你要给我小心哎！你要给我打点哎！告诉你哎，你要给我我说哎！你要给。只怪我色精，与我好。
半夜半下，个飞到五更嘛就起身，天南地北过望客，只要过一幕，好坏便分清。取经我归堂报国土，守着关来更精神，更精神。参见姑娘。起来。不知姑娘有何吩咐？许今两国交兵，这官在犯法，需格外谨慎。要切记，飞到五更不开关，日落黄昏进闭门。来往客上要盘查，愿到来生细须问。记下了。许次便好，转过东门，转过东门。小楼报来三更晴，城里城外福生喜。把守关门莫怠慢，姑娘吩咐记在心，记在心。原来关门紧闭。开关。开关。对。呀！哪个不下掉个？关门敲破了要背个！快开出关门，我要进关了。哎呦，今天是正一过，明天一早再来。哎呀，这可糟了！啥个？三更一个晚早啊，不早喽！你可知我是何人？天王老子来的府里外，我是唐寅来的。我便是薛。哎呀，舅舅，我本来头上性命，这是当时历代兵的，当生浪费到此，岂不被他人取笑？哎呀，这。你是何人呐？哦，我是奉了薛丁上将军之命前来相请方小姐的。哼！不提起薛丁山倒也罢了啊，这提起薛丁山呢，叫我好恼！你恼着何来？我家姑娘一片忠心为了当朝，那个皇帝老子啊，都道他是一个有功之人，谁知那个不识好歹的薛丁山呐！东方之言，将我家姑娘赶为汉将，你说我气不气，恼不恼？听你之言，你对那薛丁山有情？只算有，一肚皮两大腿啊！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算何等样人啊？你回去对那薛丁山讲，要向我家姑娘委准答应，除非他亲自摆到汉江来请啊！薛丁山啊，薛丁山，
我骂你这个眼睛不生无忌的小畜生！哎，好了，好了，我骂你这个不是好歹的小奴才！好了，好了啊！我骂你这个小……嘿，骂够了，骂够了！我娃刚刚开了个刀嘞！我骂你这个……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徐静，我不是来相亲了吗？呀！你算哪路英雄好汉啊？我便是薛丁山。哦，派来的，派来的，他那个呸！开狗闭口薛丁山，你玩到拿下来薛丁山来要我负责啊？休得多言，赏我金光！哎，慢来。拿来！什么呀？你既然是薛丁山将军派来的，我要砸你的粉饼。富有，那么令箭也富有。哟呵，既付粉饼又付令箭，你在这打什么文章啊你？你随我见了你家小姐，你便知道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家姑娘在当营连夜都非正胆瓜，她怎么能顺得你啊？既付粉饼又付令箭，快与我走！哎呦！开挂！走！你说是走开丸子罢了，虚说不善，给你个蒋姓警官无理取闹的罪名，关你个10天半月，让你知道韩将官军令的厉害！哎呀！我这是弄巧成拙了，看来就是等到天明，他也不赏我金光的了。也罢啊，不许趁此月夜伪装答应去吧。真的是。也是枉方徒劳，方被小生取笑。即使来过行将，我亦好把你叫马来。哈哈，连个手下当差都敢威风啊！哼，更不用说薛丁山杀自己，更加是蛮不讲理啊！嘿，今天晚后碰到我，还有2下子，真的半口气回来。要是别个啊，晚被他气去了。哎，他要是真的薛丁山，我怎么能将他关在门外？要是冒名顶替的，定不是个好人，我怎么能将他放走呢？哎，人呢？哎，定不是个好人。喂，回来哦！参见姑娘。起来，3个一过，为何关门打开？启禀姑娘，小生早已闭了关门，谁知来个蛮不讲理的与我纠缠不清，故而关门还开着呢。你可曾问他是哪里来的？他说是当营来的，沙僧听他自说自话了。当营来的，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他说是薛丁山将军派来的，又说他就是薛丁山。我听他言语足，不管他3千4夜，也等起嘛，把他气走了啊！你可曾看清他的模样？这个嘛，高高的个儿，方方的脸，个端正的鼻子，圆圆眼，淡淡的衣裳像花边，光光的下巴真少年。说起我那个也遭天。他虽姑娘见过面，看看相貌都不错，
这就是比起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莫非是他？小姐，这来的不就是薛丁山？不是薛丁山，是薛丁山将军派来的，你可知他来此做甚？来相亲姑娘的。这就是了。铁真，吩咐下去，连夜去往当营，去往当营。他所有心相亲于我，为何孤自委屈？我所就此与他委屈，岂不又要被他看清？小姐，死了。哎，对，是死了。要去明日要早再去吧。铁真，转领为父，为父。宋姑娘呀，宋姑娘。元帅去铺阵，老朽心不宁。哎呦！好！哪一个啦？出门个眼睛乌鸡都不带出来的啊！哎，老千岁。哟，弟子，老千岁，是你呀！哎呦，我问你，可曾去过汉江？去过了。把张小姐请回来啦。非曾请到。哪里是去过汉江啊？分明在那个梁定铺庙里说了一夜，回来欺骗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老千岁冤枉呐！你不要叫冤枉啊！你与我再去往汉江关相亲范小姐。哎呀，老千岁呐！我宁愿在这军牢受苦，这汉江我是再也不去了。哼，你个奴才啊！等你元帅回来，有你好看。报！是吧，皇上？启禀老千岁，大元帅杨防对阵不分胜负，不分胜负，正是在他得令。待我歇他一歇。还个赌！大胆石林山，叫你搬兵你不去，害得元帅围困青龙山，你该当何罪？我拼死一仗！还个呸！你就是有飞天的本事，老千岁我也不要你去。经理，去老千岁领接一旨，分发4包过来。
喏，这里有老天水另结一纸，虚信一份，你与我再去往汉江关相请范小姐。哎呀，老千岁，你可知军令一传，许上道，即知许上道，我们快快进去。哎，也罢啊。不过，快上马！快去快回啊！秦丽花囊下绵绵，剑灵间长者修也。马来！快去快回！快去快回！哦吼！好不懂事个薛丁山啊！好不懂事个小娃娃呀！这小奴才呀！兵马刀枪，为父们。
呀！原来是这个小小的丫头，你大胆放肆！快将你家小姐出来，与我相见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家小姐连兵不下，有话对我讲，我再来分你，后来何事？来闯房梨花，去往大营。这是何人的旨意？老千岁的旨意。那么你呢？我这是来闯大军令的。说是我家小姐前去，你来怎样？我便好为应交差。说是不去呢？不去？哼！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军令。你可知军令一出，须上道，谁敢违抗？原来他救星必败，许今又借军令来此，有两位，薛丁山啊！你可知来此什么所在？小行将，这都是光呀！来财当当，这都是大当，岂有你身体领神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嘿嘿嘿嘿嘿嘿！哼！忙说你小行将，这都是光呀，就是当今放水的金銮宝典，我确定上也要这样，要上也要。拜上一拜！他竟敢许是莫宗夫人！哼，今日不管教他，岂是我们女儿家的厉害？来呀，救了他的令箭，轰镖出去！是。哼，你们打！扬帆带领神火马，青龙山下把一仗。元帅被困军旗地，守在山区大地上。冤家，谢谢无聊打死了。小姐，这便是何时好？铁针铁力。速传三军，沈汉梅、马家鞭，这去进路，去往青龙山。
哎呀，汉江节度使范丽花结为来子，得向老千岁庆祝。哎呦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哎呀，嫂嫂，怎么几日不见？你消瘦的多了，快快随我去往当营，你我不说好声，好好畅谈畅谈。多谢妹妹的好意，丽花赴宴，再进学门。哎呀，老千岁！哎呀，范小姐啊，前方盯上这个奴才，得罪于你，如今小夫妻和好了吧？丽花赴宴，再进学门。哎呀，范小姐啊，这，嫂嫂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国他2次去往汉江相亲，如今他已经改了。哎呀，对，他改过了。他2次去往汉江，连小姐一面都没曾见到，他改的什么？什么？丁莎，那个小奴才呀！这，哎呀，范小姐，你暂且留下，老千岁给你做主。丽花去心已决，仿佛强留。哎呀，老千岁！老千岁，我国他也太富丽了。我看，官司上嫂嫂先伪装汉江，要是不算，事后上嫂嫂怎么过日子呀？这怎么行呢？老千岁，我，范小姐一定要走，一定要走，不算要走。我算要走。也罢，你暂且去往汉江，待老千岁到我顶上登门请罪。许次拜别了。哎呀，老千岁，我国他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你那个阿姑啊，又不叫他躲到个梁定铺庙里去了。不为的，不为的，不为的，到得了武山，到不了庙，总要回来的，大元帅为营。快快用情。求千岁，大元帅，一路辛苦，快快回营歇歇去吧。不烦。本命是汉江神马，大破防壁，怎么不见梨花？哎呀，他已经来过了，受不住顶上的气，又回转汉江去啊！却是为何？顶上这个奴才2次去往汉江，连三小姐一面都未曾见过。这个奴才，小将军为营。引他前来见我。来了，来了，走。哎呀，放兵2次空来往，当枪偏马上场。参见父帅老千岁。奴才，你娃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你到哪里去了？上阵杀敌去了。何人的将领？这个我知罪了。你知的什么罪？是汉江帮兵，这兵在哪里呀？这汉江神马不肯前来，我也是。举口！说是梨花不来，汉江兵不到，怎能站得阳趴，大破方城？告诉你，范小姐已经来过了受不住你个气，又回
将此违抗军的吴我大事来了，与我办好。妈，我还要教训他两句。丁三，你个奴才呀！老千岁给你个二路元帅，只盼你好好听话，谁要你孤身是非啊？2次去完汉江，却负一点真心。范小吉一双不及你的大姑，他一双不明，大破反战，他有哪一点不好啊？你有哪一点比得上他？啊呸！我们那个给老师打进去。哎呀，老千岁！哎呀，老千岁！姑姑她已经懊悔了。懊悔了。丁三，大元帅面前再把你讲个生气。老千岁，姑姑，你会是不会呀？哎呦，姑姑，事到须今，你还争取什么面子哟？副帅降罪下来，非同小可。我看你还是整个错，再去汉江上去范小姐吧。啊！我要我去汉江，不去。啊！我看你这苦斗还没有吃够。老千岁，啊！老千岁，做啥？姑姑说她愿意去汉江相亲范小姐。哦，愿意去啊？愿意去。靠不住，但我啊，亲自去问问看。丁三，老千岁，你真姑愿意再去玩汉江？愿意去。哎呀，哥们你去啊！这一次前去，苦有真心啊！有真心，哥们你去。哎。大元帅面前，再把你讲个身体。哎呀，大元帅，有千岁。哎，我看丁三这个奴才倒有悔改之意，不许再派他去往汉江关相亲范小姐。好，许次给他送办。哎，送办。许相旁过来，叫这奴才3跪拜，带去汉江。丁三，这个你还要这个哪个啊？快去！许次拜别了。哎呀，大元帅呀，我看丁三这般进去，恐怕又要白走一遭啊！不许带老千岁偷偷赶上前去，助他一臂之力。请9千岁多多费心。好。哎，汉江关做个护士佬，千里花我还受不了。两郎退下。
我便是薛丁山上古一拜前来相亲方小姐。哎呀，你来迟了啊！我家姑娘已经去世了。你待怎讲？死了！梨花，梨花！来看望小姐。来，都是我薛丁山的错，枉犯大吉良情，让我到小姐灵前一击，略表地上一片诚心呐。你还有什么真心呐？啊，小姐！念你远道而来，用你灵间指点天河。须知多谢大吉。多谢大吉，多谢大吉。梨花。
梨花。
下，死也要与你。大吉快来！大吉快来！说什么？方才我听见李太后面有所响动。丁氏，你可别太伤心了，我是好急了，你千万，其实我有我。西子，快打开灵柩一看。死不到，我可晓得说是假你，你有本事过去，哪还了得？哎呀！梨花，梨花。这见李太后声闻，口外了顶上有心事。东方花中被欺受，只怕你罪证心不正。小姐，你说不信，我可对天门誓。哎呀嘞，大小姐死的苦哎！哎呀嘞，大小姐呀姐呀！老千岁，奴才好气不气？把范小姐给我请进室，我打死你！哎，老千岁。哎呀！你怎么出来的？哎呀！老千岁，薛将军哭得太伤心了，我家小姐呀，气死万阳了。哎呦，好一个心死万阳哦！哎元帅到，有请有请。快请起！哎呀，大元帅呀，你我这出戏